那讲到白色恐怖时期40几年，政治威权的迫害到达，要是真侪人心肝底会跳。转型正义的工课，这几年伫咧校园来深化，有一点来自无共学校的师生，在规划人权展览，希望讲透过无共人权事件，互愈侪人来了解民主的重要性。用一件搁一件立体的美术作品来呈现无共地区的白色恐怖事件，比论过一生的查某囝高菊花，和国民政府强逼出袂饱体服务高官。暨南大学的学生用一张大树做主视角，树仔顶有几若类感视的目睭，伫石头下底地的拢是高菊花心肝底的痛苦。针对最近立法院到5月19白色恐怖记一直提调，有学生认为人权受迫害的历史袂当放袂记。这样物件你唔知影，你就袂去想要知影，袂知影讲因过去发生过啥物代志。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，阮就是要继续讲，伊愈歹互阮讲的，阮就爱继续讲，互更较侪人知影这个物件。也有高中生受到公民社会课的启发，了解到台北机场发生过的白色恐怖事件，用拍底片收集史料和铁路工人的文学作品来规划展览。是无应该，就敢若咱上课时阵讲到这个物件尔，咱应该搁去了解，就是背后有啥物会变成安尼，就是因为我感觉是过去的代志去变成咱即卖这个社会这个时代。这个展览就合作 Action， 有北中南的5间大学和3间台北的高中职师生共同参与。来规划看校的人权转译练展，这些师生共同去找找经历和在地白色恐怖有关的历史，用绘本、地图，也有艺术作品等等的方式来呈现。这挖掘在地历史运动包含了除了咱的校园以外，咱还会包含到后续会跟国际社群连结。未来咱台湾在少年人安怎去对待历史的规定，会使和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少年也会使去做对话。白色恐怖事件要是真侪人心肝底的空喙，师生团队认为，这个故事和转型正义的工课要继续拼落去，才通互民主的价值继续伫咧公民社会探紧。团队表示，目前这个展览伫咧台北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，后续6月中卖山到高雄去展出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